我是 Lisa， 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就是可不可以拜托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好朋友们，不要再问我美国的房租跟生活费多少了，好吗？娃娃 TV。我知道很多爸爸妈妈跟小娃娃们一定都很关心到美国读书生活到底要准备多少钱，所以大家才会不断的问我房租跟生活费要多少。不过这不是我能回答的问题，因为每个地区的房价跟物价都不太一样，就跟台北的房价物价跟高雄的是不一样的一样。就算是同一区好了，每间房子的房租肯定也不一样，所以这叫我要怎么回答呢？就像我在 Berkeley 的房租，一个月房租、水电、网络加一加，差不多要3000多块。我那个公寓其实是一个套房，它应该可以住3个人左右，不是问题。所以我如果再找2个人来跟我一起分租的话呢，那我一个月呢差不多只需要缴1000块左右而已。只是我不愿意跟人家分租，所以只好摸摸鼻子，钱掏出来啦。而我有朋友他是租一栋房子里面的一个房间，他一个月的房租呢差不多500块左右。不过生活不便，离学校远，离超市也有点距离，所以就是要看你想要怎么样子的生活啦。然后生活费也是一样。我是为了要省钱，所以3餐基本上都是自己处理，就每个礼拜去一次超市，买1个礼拜份的食材回家，所以我觉得我一个月差不多有150的生活费就很够了。所以说我的生活费跟3餐老是在外的老外肯定是不一样的啦，再加上我又有点边缘，所以好了，然后我有一个朋友呢，他有一个超会煮饭的朋友，所以呢，他就贴他钱跟他搭伙，这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不过前提是你要有一个很会煮的朋友愿意让你跟他搭伙。好啦，总而言之呢，我是觉得问我房租跟生活费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啦。大部分的学校呢都有一个帮助学生找房子的一个网站，我之前就有做过一个影片教怎么找住房资讯了，所以有需要的呢可以去看一下哦。好，那今天这个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不要忘记帮我按赞、按订阅、开铃铛、加分享。另外 Lisa 也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也可以去 follow 按赞一下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